为什么有人会说我卖的手作漫贵？成本加上时间不只是这个价格了，价格标注在右上角哦。左下角小黄车购买必看单主们都要看一下，下单之后默认看完了，谢谢。手工制品避免不了的就是瑕疵了，介意的宝宝就不要下单啦。每款的注意事项我也写在右上角了，现货现发哦。我发现上次上新手作漫有些都是5、6个的买，好多人根本抢不到，所以这次你们加油。由于每次做的批次不同，手感就稍微有一点点不同，不介意的来。我发现很多粉丝对于我这个价格有些不理解，都开始算我的成本了。1块多的丙烯颜料，2块多的海绵邮费，也就6到8块左右，卖这么贵。小妹妹，我的丙烯颜料10左右，海绵也是17.9，30×30，厚度4厘米的记忆海绵。你看看你发的是什么？拼夕夕的刷碗海绵。我也是没招了。好了，大家自行可以呼吸。